以下落嚟咧，呢一隊咧係聖士提反堂，係嚟自港島區教區喎，即係阿關太咧佢哋嘅教堂啦。咁啊，記得2023年7月8號，我哋第一次嘅福音粵曲頌唱會咧，就係阿關太咧發起嘅。咁當時咧就喺聖保羅堂嗰度係啦做啦。咁我都見到當中有好多第一次見到嘅，今時今日都仲喺我哋呢個頌唱會入邊一齊分享，亦都今日多咗好多新嘅因為其實喺第一次嘅頌唱會之後咧，大家都翻到去咧，大家馬不停蹄去即係組成呢個小組，一齊去練歌，為到神嘅福音去傳頌。咁好，咁我哋接下嚟咧聽聖士提反堂佢哋為我哋獻唱係齊頌唱新歌，歌詞好有意思啊！大家落力細心欣賞。千軍也同和。